去年底台北市立动物园出世嘅猫用园呢，一定受到注意。同时间，新竹一间野生动物园也有上涨无拍条纹钢轮的泡芙子出世嘅。凡此成功，表示动物园的保育能力提升。其实也得动物民生我意识注意韩国保育员无日无夜用心的看顾。动物保姆工作过辛苦，还有原轮碰触嘅屎尿也到。各动物园路传出人力唔拉的情形咯。他们支持咩动物保姆看顾泡芙子的过程，向下来了解伊能嘅艰辛同痛乐，韩国伊能同动物培养出的感情。对，人家，哎呦，你那么凶，不要那么凶嘛，你来。工作人员在行使耶落去泡芙子的艰难度，就算对出色出亏时照顾佢，泡芙子还系会出生来见过。也山楂园绿绿嚟叶老虎子，喺新竹也嘅野生动物园去年底长出世嘅。为到天气记录老虎子嘅空间，保育员所爱高等其他地位饲鸟，则唔会吃到生活。韩国饲鸟妹搞超到老虎嘛，希望老虎嘛都有可能小冇爱为老虎子生呢，有时些很惊会老其他地食体。按照到其他兔子的时间。你有咩爱做咩讲，限你这款做唔得，我就固定时间。比如讲嘛，即8点上班啊，就人用带落去，看他做得就用带必须，冇乜问题，就来出来。到就冇个落去嘅，到下晝下班去嘅，个带电用落去，落去必须，可能冇乜状况去嘅，这样嗰日出来，就其他时间就不准带人落去。千万别点钱，但老母都点钱落去，如果真安心那个兔子，真安心那兔子落去哦，佮住好，等佢睇，將盤風嘅種將用下來嘅泡芙子推派住到寒流，保育員準備好暖爐必配手。今年59歲嘅賴清蓮照顧動物35年嘅，單都係古代敏感老虎，研究一頭老虎都係幾固態嘅。對佢嚟講，所以照得用藥規則。其實老虎有靈性，看起來有意象。咩硬唔驚，硬咩輕驚，因為要遵守規定就可以做。那遵守了規定落去，當然是真安全。做乜本人有乜按好小老虎，其他老虎啊，佢大家講嚟佢真係多咗人性，那將嚟接受佢基本上真好。那講除咗惡嘅，那見罵佢，等佢罵佢，等佢嚟講法，等佢罵佢，叫佢可能就怪怪點點咁樣。唔係討巧妹嚟前列，因政府下係更中意對動物並唔會上手，是講愛照顧長老虎，安泰嘅鳥科動物沒有長效好意思，對老虎嘅視察、懲罰都用自高效嘅照顧，唔但淨係單純嘅理解是東西，行下長係動物嘅保姆，愛注意老虎嘅所有行動、視察變化，來注意其他嘅空間。管理人我自己健康唔。呀，老虎健康冇，所以當佢落去打掃加個難度嘅時間，對啦，佢學出來個事，就做嚟認聽講佢健康冇。那講我是如果講少嘅有冇就做旺嘅你老虎我哋本人嚇到，隨便買來撩佢，讓人去撩佢，佢是嚇到，因為嚇到我強勢就係用佢，老虎佢咪會嚇到所以我哋對啦，佢學出來事，做嚟判斷。做到來就了解佢個健康情況都來俾愛用人。看起來東部案的事牙先刺激血，見過愛來同其治療的處理，雖然開放的生存空間同本地生存的環境同共用，動物可能會有壓力，咩無像地大自然杜控有遇到問題等等呢。不過本人卻會從事物的天性，動物行係會競爭，也在學客的野事，就地從事家下促成的，所以同保育員沒得好久的張老師的麻醉來檢查。你們見到啥唔會講話，見到啥只會用鼻嘅，用送嘅，冇是用咬嘅，用嚇人嘅方式來講咬一些東西一樣吧，所以。相對嚟講，受傷嚟講，接會愛用嘢數情形。哎呀，老後書老。見同重慶路講法，見理解是東西嘅黃險案，咩係研究支持咩保育業，認真審法體會做嘅重慶路已經看
天时一做好，技术的落去加健的度。冲降落去去请降啦，人家从温度15度以下哈，人是自由进出，是冇被出去展示。喺11度左右嘅話，人是關落嚟，從今日11度，人是關落嚟，把溫度俾調呢24小時冇變出。佢唔係適合人哋為呢個氣候啦，所以嚟到人哋台灣，人是去照顧佢，去從非洲安嘅天氣嚟配合佢啦。看起來溫順要定然下一重降路，不是會多錯，會批出一道後來，加上每道保育嘢一條一面。行下唔是講，但係愛處理動物嘅事業，也條人客看唔到嘅辛苦，後生人看到就會驚，愛情保育嘢冇按改。人哋一次唔辣，研度總向全國隻動物，頭運13日愛看過15到25隻。比國際動物保育業平均去照顧嘅，還加出1到2批。最主要係講係要更重要啊！嚇，要學過招學過解嘅嚇，安尼來做了安尼條路嚇，要話下做了管理人下適合啦，管理動物要話嚇唔怕苦，冇驚垃圾安尼啦，冇違規嘅就做唔得啦，慳愛平常要話從自家屋下要學嘅寵物要話嚇。將心比心，從自家社會來學安尼啦，我錫啲動物啦。我哋流動率其實嚇係無安排，有啲要寫，有啲要寫嚇。老人家要做客觀，有啲人後生人嚇做唔係，有啲要寫，要拍錯，嚇把要辦東西，要出力，所以啲後生人做唔慣。啲係寫嚇，一般冇俾下錢冇啦，因為啲種要接觸，要接觸動物，點解要面拖，係都要先嚇要數，要錢，要數，要餵，冇人驚。愛提升動物的生活品質，除了愛有經驗豐富的保育員，天天大家見來見有保育觀念，人客去看的方式也會天天轉變。早上遇到本人看到人客的見到的強調動物也到開業動物業，也係強調動物係主體，我要唔會搞錯到動物的方式來陪民眾行養動物，來發揮生態教育的功能。第一天要俾小暖，冷天要小暖，熱天要俾水俾洗，行個環境一定要好。呢啲東西我哋當充實一條，行個前兩槍我哋對人客接觸嚟講，前兩冇違反佢自家係動作行為。結果我行過來説最好，但係講入嚟前兩冇必要壓迫感嘅感覺，還是做得。無論係拍虎子，也係苗羊子，動物園的新生命總係數到注意，家條會按數方向。背後係有一群無日無夜、數固定其他條嘅保姆、處理，家條寫動物，處處寫字唔用嘅，希望民眾行養動物，除係有好印象以外，行下愛從事野外延伸出群嘅保育議題。